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今日嘅福喜来有小可无穷样哦，因为今日穷样又系要庆祝一下客家电视台20岁嘅 TP 转型。故上咯，今日嘅来宾，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嘅熟悉，细细嘅来收嘅人咧，第一个来宾，耶！所有嘅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咧，我系罗志丽。哦，欢迎主持人罗依琳，稍后再继续欢迎我哋下一位来宾。嗨，大家好，我要讲一摆，分享收看福喜来嘅，我系南浦台北职业吴一勇。好，也下三妹呀，客家电视台福喜来嘅主持人，然后稍後還有埋 TCV 來分享，誒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阿明哥劉孝明，今日各位歡喜來到我哋呢福喜來嘅台北棚來錄影。哦，分享，還有哦，還蠻帥咯，稍後來繼續來分享，下一位來賓。Hello， 大家好，我係嗰本雖然今日冇帶冇嘢，先歡迎來到我哋福喜來咯。哇！我相信呀，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應該很困惑，但係想講奇怪，怎麼好像平常時禮拜一、禮拜二啊、三四五冇聽錯啊，大家都出現到呀台北嘅棚地度，聽講也應該係按大家頭一擺，真勁，這樣子見面吧？冇錯，真的是第一次。以前開過黑眼啊，有訪問過易容姐，不過要以福氣主持人這樣出現，我們算第一次，從冇。頭一拜，頭一拜，然後還有再加上我們的孝明哥跟高本，真勁，但3人戲拍都窮下對不對？那但是因為易容姐跟孝明哥還有高本呀，三傻都會都呀南浦嘅高雄嘅棚來留樣嘛。嗰陣人就三傻咩冇彼此咩冇因為福氣嘛嘅開飛嘛嘅見過面嘛？冇，完全冇，我同高本第一擺見面，我哋今日第一擺冇見過，對，我同孝明咩係。配得重合見過。那高本應該要分享一下看到女神的心情吧。當然，睇到我行前都樣之前，我先同易容姐打過招呼嘅哦，粉絲見面會講過。你看頭班認識易容姐係同其他主持發通嘅時間，喺喺台下哦，就是看着明星的嗰種感覺。哇！真是錄樣嘅時間，我聽講哦，易容姐來做我哋主持人，我都希望講有一百可以讀得到，結果哇！冇2擺都冇一個機會，因為我同孝明人係一個早晨一個下晝，都好，易容姐佢係貴啲咧，嗰種人咧檔期全部都錯開，都冇，只看得到人喺畫面上，真是現實嘅場合，我哋都讀唔到，第一第一擺，真是當歡喜咧。古雙藝工廿擺有多南北大亂鬥，真的，而且前面兩個阿弟青苔，你知嗎？因為他們3位是南部，一樣公司因為他們3個係南部嘅扛把子，按我講，有冇？因為講嘅奶昔啊，先又講清後，然後他是佢係沒有禮嘛，就。牙醫生已經講回流，就是 PPT 嘅時間，我就有一種被排擠的感覺。沒有，因為我們有點弱勢哎，用傻人聽聽，一定要有傻人有好。而且你看，給他介紹的時候，真的就是那個南部腔非常的流利，對。那易容姐跟我哋唔可以講回流嘅人完全唔可以來嘅，真係一樣嘅。對，嗰時就係福喜來咧，V 到我有喊卡到冇腔嘅腔調，TPM 咩啲南浦啊，咩要按用嘅棚來開來溜亞福喜來咧。嗰時聽講大家來參加亞擺嘅溜亞是一口答應，對不對？一聽到亞擺有這個南北大亂鬥的這個活動，一口就答應了。我就喺台北啦，我是假南部人現在。所以你喺台北 V 到溜亞，真係南浦溜亞嘅。係啊，我就喺前一年去啊，喺到福區那個溜亞體諒福區那個瓊建飯店，我特別就喺到瓊建，因為行路回去對。啊，第一年亂咧，1年60。哇，按到。你 CP 值能高啊？嗰時候呀，大家有看到人嘅永埔頭前都有一塊很大的板板，這個板板呢，聽講係大家國嘅主持人七家本七家嘅一個title，一個頭銜就下到呀。好，那我們現在來揭開我們自己的頭銜。好，我先那個先來哦，不好意思。
也很蛮哦的喏。对呀。爱比听说爱讲吼，他讲看一下他定义养胖，我应该写说最胖女担当啦，女生，男生爱就唔好意思讲黑蛮嘅了，因为呀，第一天从那三妹谁会主持人，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我比较胖一点这样子。真的好像有点太谦虚。对啊，没有最胖担当，因为我平常都是腹肌色的部分这样子。对，因为给吃东西是可以轻后口，那东西会变成轻后式，就会按原来是就没说服。没有，我有导播认证，导播说我是呆呆妹，就是用懂懂的意思，用猪之类的意思。而且那个导播是给不一流量给导播，没错。导播你这样对吗？那所以要换我。好，换你看我没有什么地方扭捏在这边。我其实唔敌爱嘴，混太个可以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讲低毛，其实因为爱公发请假从毛，还有就是每一次会进广告给时间。你现在刻意在讲慢，对不对？对啊，今摆进广告，没啦，一米跟我吸烟呐。错。每一次进。公沟给时间有某给前面的工作人员就会按用画圈圈，然后我就会有一种压力啊，就会说跟我朋友谈，他在做什么同僚，就是快进广告的感觉，然后就想说，你在急什么？对，因为被铺六要某 NG， 所以我们都很赶。对，我们中间都没有 NG， 不过很多懂赶紧要对个时间。而且我讲一下，比如讲你服務一個類別嘅時候，佢講你可能要給我自由嘛，那我們就會拿佢說5秒。4秒，我想说他都要哭了，我还是3秒、2秒，我说好，谢谢你，这个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聊，就变得很快，所以我就是快嘴代表，对，好想知道易容姐是什么？我黑嘛个 MDU 夹张梦呢？哎呦 ，freestyle，做嘛人都 freestyle 呢，因为我大概需要60，我哋咩冇。我大概来讲一摆，我哋冇给大字报可以看，冇体相。制作人又讲做唔得拿小抄，我说虽然我哋企划写嘅嗰详细，唔过我完全配唔起来咩？我说我如果同来宾讲，唔是抄嘅企划内容，因为我唔会记起来，我哋录大嘴鼓就好诶。我说我大概。讲嘅芦苇屯企划内容冇咁用，因为完全就是有，因为我配唔起来啊，就是有用义工嘛给我个发落来。不过我知道安永嘅优点係乜嘅，就是真心。对，你就是真的发自于内心。你完全就會打嘴鼓，真嘅，你就會想乜嘅，你就會打嘴鼓，就會了嘅乜嘅，就講乜嘅，就 freestyle 擔當。哦，阿撒下來，後面我們啲下馬東西啊，可以下下。這個講緊呢？其實要不其實就係應用有些關係，因為吼。但係呢個其實可能同我上一啲節目有關係啦。因為所有節目地方我都發現到過，有的話嗰種高嘅地步寫東西同我哋當初訪問嘅時候嘅情形我冇共樣。係嗰時有時節我哋當初問嘅時候我問出我哋嘅高嘅地步冇嘅東西。嗰時其實我都常常會拖稿演出，你們後來拖到後來我哋咧嘅製作人因為講好吧。你放棄都好，但是哦，也是唔知個剪哦哈。那這個剪，因為如果威脅來講，你這個真係講唔怕，還有這一集吼，你就回去自己剪。如果提供還有給剪輯人有過辛苦的時間。對，拖稿擔當，另外一種的 freestyle，接下來稿本呢，你係咪該擔當喏？應該同阿強跟強勇吧。當時睇蒙眼嘅時間，你確定你要跟我一樣？我看一下，吃貨，你真的踩了我的線呢！我的粉絲專頁叫吃貨阿晴，大家做點關注一下。冇講話，伊咧喺北部，伊咧喺南部嘅啊，南部有個差別嘛。因為有個英國大部分人嚟啊，我哋南部三沙吼。易容姐，佢係藝文女神，人哋小明哥也強用，佢係發通嘅啦，然後藝文嘅，我呢都全部小農嘅，也係做美食嘅料理嘅，大部分都係。就錯誒。不錯，人哋呢製作單位同跟人工作人員都講啊，明白講到藝時都差唔多會有好食嘅，咩水果啦，又有乜嘅料理，講到藝就有好食嘅。不過久而久之，我就變吃貨擔當嘅。不是吼，南部附近沒有愛食東西，北部附近沒有愛食東西就會捱嘛，對不對？不過下來節目當中我有
一个太挑战。我们要不要先给听一下南部爱推派玛莎来参加呀的吃货大奖？给你啦，他们直接无意义就对了，好，毫无意义就是高本来做呀的吃货担当，没问题就对了啊。你北部，怡姐，你们会吃宽啊？你是你看你都讲啊？你看他，哎，同泰雅讲，泰雅某不要觉得好像主持你吃东西轻简单，泰雅看美食节目也时间被吃到啊很好吃，不然你看不看节目？其实主持人有的时候会决定很多事情，然后剪接师点后置剪接时候就会说哦。这个主持人很会吃哎，他不是指他很会吃，是很懂得美感。就是真困難的係，我夾夾囤落去，韓國愛講內邊嘅花。什麼？你會吃，又會講花，又會好口。要食到，我食到有感覺，故說我食下太好了，故說我食到係盲囤落去嘅時節，跟內邊唔講花嘅，跟住我就。那個米西的就會愛用講出來。吃到你基本因為背後黑遺憾，因為吃東西親家，而且我告訴你，你還沒有吞下去，我們4個會結花。好，太好了。不是唔可以慢慢的咬唔怕。先擼大嘴骨誒，對，大嘴骨電機啊，有。我唔錯，觀眾我相信呀，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聽說非常嘅期待吼，接下來嘅這個吃貨大比拼，南北大亂鬥，說來罵啥不一樣。但是呢，我們現場有2個漢堡，大家可以看一下。這真的很重我手會抖我有火鍋嘅事情。這有2個漢堡，一個按到 A， 一個按到 B， 有冇？泰式無共用，狗兔無共用，故所人會來抽籤，南北來抽籤，看罵啥出到 A， 罵啥出到 B。所以是誰抽？你要北部啊？出的弄个人哪？我们让他们先抽，好，女生的出，来出啊，副角色，副角色，好，那你副角色高本嘛，对不对？那一黑 A， 那一黑 B 呢？要先讲， A 應可以哈 ，A 黑台嘅，好 A 黑台嘅，發現到黑 B 嘅都不用比。好開心哦！50人吧。嗰時候一度安排下。不是吼，也安排嘅漢堡吼，哈，寫漢堡吼，等下高本就會來食咯。我先休息一下嘛，我們先讓高本做個心理準備好不好？先進廣告吼，等下高本進來就會來食呀。做個伏地挺身。開漢堡，好，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終於看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吼，因為啊慶祝一下客家電視台20歲生日，故說吼，因為啊 TPA 專輯邀請到南福喜、北福喜3主持人來到呀，啊接下來要進行嘅係因為福喜來設嘅動作呀，使用嘅東西，故說今日要來比賽一下南福喜、北福喜，新來乜嘢色都還好看到，故說北福喜有嗌阿權妹來參加比賽喲。好了，我要來咯！我要嗆聲一下，我是很會吃漢堡的哦。好，我嘅漢堡較細啦，故說我允許下吼交大家吼，漢堡拿起來嘅時間，高本好一下哈，好一下。漢堡拿起來的時候啊，好不要用給無名指同小指，要撈下漢堡夾定，然後上面呢再好好把漢堡嘅蛋糕全部做好。像按呢有沒有這個姿勢？各位有看到嗎？有好起來嗎？哦，也係專業吃貨教學。有沒有人吃呢？對，就是要這樣子才不會吃到嗒嗒點。對，然後這樣子好了之後呢？冇講按到啦，你不要吃啦。講按到還會吃。要很優美的。好。你看你吃東西真的看起來就清好食，而且就是清醬，就清優美，就唔會吃到清定然講呀那種哎，還會發出 ASMR 的聲音。OK， 啊牛麥骨什麼，不是牛麥骨肉，你看吃起來就對，可以維持漢堡的完美，就可以拍那個完美照，有沒有？啊，你有真的吃到清好吃嗎？然後我真的覺得很好吃，因為沒有醬，味道很單純，雖然冷掉了，還是味道很單純。哇，我都感覺到這東西會想一次啦。真的，它咬下去的時候那一口口感就清
亲厚。但你讲，刚才你讲，嘿，高本你们人好阿妹归他。那意思是讲，虽然看阿 Q 嘛也好吃东西，真的感觉到怪好吃的样，但是我的那果本吃好了，我就有嗰種西拉吃東西嘅樣嘅，徹底冇空有。好期待哦！兩個人來從我啦先好誒，好第一排讀到因為過嘅，高本的真品懂而且你搓一下拍，嘛，按摩一下好。阿佢咩做得搞嘅嘛？好，我哋先拿空來，拿邊好來，聲音哦用力鉗一下。哦，好，你看，其實鉗空嚟差唔多嘛。好啦，阿哋見下都嚟試一下，送一下面先。哦，唔咩適合拍廣告哦，佢依來咩幾好食哦，我邊下來啊，佢講嘅點可以笑嘅？是生出來。太分享各大素食店廣告找我跟高本。买吃到中的，买吃到中的。可以。对，郭总，你看高本现在就给力耶，吃东西要囤到去，要有人救援，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各个主持人就会来救援他。其實亞吞節目同大家會分享，就會講，其實周主持人喺講嘅食東西是冇按改，唔對按簡單，因為以為食東西要好看，啊以為。還會講法，還會講米西，有米西真認懂難講。嗰時候誒咩見過嘅研究嘅主持嘅經驗嘅，大家都主持按到年，也係有懂到嘅經驗。嗰時候大家還記得頭107個主持嘅時間喎，咁樣也很殘酷。我來回顧T100主持嘅樣嘅，先來看下嘅，大家來共下來看一下，回味一下，上來阿 Q 問幾多年前？2015開始主持，半年前主持，黑馬該用誒，來看一下樣片哦，他要用下來看，這個好哇，這個楊麗萍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嘅好康比寶》，我係綜藝你國中係嘛？不是18歲嘛？吼，應該衝3個誒，你真年輕厲害耶，你真好有天分啊！後來沒唱爛到。對呀，福喜來嘅節目有吃到，怎麼辦？我好像快要沒有我的形象。我訪問一下明哥。南夫 T100回事的事情。哦。4、3、2、1是一路下講，要飛起來，飛起來，試試看。好水哦！這是什麼形容詞？你就會好水哦！對，嗰種來看一下我頭擺主持嘅，問下用上感覺我嘅面好像那時候又來比較圓一點。你可以像高中生，嗰種面懂演，可能那時候。我請等一下。真的嗎？我是他演員嘅面呢。真嘅。哦，好吧，那我最胖擔當值得了，這個最胖擔當。我拜託，我不會的，沒按改。你就會越來越講啊。那謝謝。但是藝梨姐妹會進來跟你講，但我們現在很殘酷。他接這個是不是？但我們現在有點難接，我們要回去看以前的狀態。哦，真嘅有些競爭，因為我真嘅唔知佢要播出乜嘅片段。因為T100係1多年前。2012哦，生年前，生年前，11年前，很可怕哎！黑公你生一個小寶寶，都已經念，就已經小學畢業，你知道都已經。經驗係經驗畢業。真嘅。福喜來2007年開始，然後藝姐2011年剛生年，好可怕，跟你差不多，你8年，好可怕哦！好，要來看一下藝梨姐頭擺主持嘅樣片。這個是哦，那時候叫好農市集哦，好可怕，4比3。哎，你還可以有個香腸，藝姐怎麼可以？為什麼？為什麼有個香腸呢？我第一，你嗰種是 HD 有冇？唔係 HD 嘅畫質，我說要頭下月光光的那個裝扮很像哦。東西嘞，太假有吃到也係生年前嘅感覺嗎？沒有覺得，才還好，沒變。總比白吧。你看，我們現在經歷這麼殘酷的比對，藝姐既然完全唔係同你講真嘅有 SD 同 HD 嘅差別，因為它係高畫質，真嘅，你們覺得高畫質很可怕？等一下，你的臉，高畫質對人很不友善。對，真嘅。嗰啲都看通過的，唔係講高畫質適合佢看老虎嘅。真嘅。哦，他這個 comment 實在是太對了。我知道你就會 SD 嘅畫質就做對，對，可以模糊嘅。可以
了够后上啊，感谢感谢。可是易姐，因为10多年前，迄唔係想唔起來 T 100主持嘅心情係嘛？冇诶，唔點買心情，因為太久了，太久了，所以啊，對，因為戀愛咩唔記得，但是易容姐她缺，易容姐還有印象頭一擺主持福氣嘅感覺冇？哎，莫怪人記唔得，眼張主持2年啦，眼沒記唔得啦。不過都係印象就係因為眼。T 100主持率唔是如果100主持按多4倍，我說嘅唔係集中精神真勁愛過嘅咧，下擺因為人哋唔係熱量胖啊，啊下擺腦部有救護車啊，有乜嘅茶上太太888唔累，人哋咧 NG 嘅，啊下擺都 TCV T5嘅時間嘅卡，好對雙語機開始，我講雙語機嘅。你記唔記得咧？哇，都啲事嘅，哦，已經精神渙散嘅咧。古作家他就會感覺哇，佢係愛精神非常好，安尼主持幾年嚟當做的。對，舞技好因為很專專注，對，很專心。韓國幾個係 freestyle，全部靠自己嘅腦子。對，佢係真心同大家打嘴鼓講唔是。對，不錯，咩有易容姐嘅訪問嘅影片，看下來看一下，一起來回顧一下易容姐的影片。觀眾朋友大家好，分享數款福氣來嘅，也係唔易用。人家嗰種人講吼，看書嘅人會像英文音色誒，所以就很有氣勢。氣勢觀眾朋友大家好，分享數款福氣這個好美哦，很快要，我記得易容姐很長的頭髮的樣子哦，上嘅睇跳誒，啊做到發嘅上褲睇跳嘅，好美哦，好，感謝定然下嘅小先生，啊從節目轉台哦，繼續談論先生好運通。哇！我都唔記得咧，雖然2年啦160到700啦。啊，唔過那後邊易容姐有講一下南福氣嘅主持嘛，其實一開始就是高本跟孝明哥開始嘅，對，孝明哥再分享一下一開始來參加南福氣嘅主持嗰陣時嘅心情係乜嘅冇？因為其實就係從前面話有啲節目，嗰時候其實我睇南福氣嘅時候算是有一啲重疊，嗰時候其實我冇話講，唔記得 T 100冇講，我唔記得呢，但是我就記得我前面嘅節目 T 100嘅時間很用，因為嗰時就係係錄影嘛，講主持嘅節目，佢話去到現場嘅時候，我都看到阿權妹，係咪有依啲以前嘅一啲工作人員，我都想講奇怪，都話嘅可能今年啷個可能係咪可以適合做主持人啊？冇想到今年的6個東西，然後我就講冇啊，都不用試袋子嘛，然後個製作人講唔是啊，亂嚟啊。嗰時幾時用係錄起以後，啊乜個古嘅鏡件全部跌啊！因為我企喺個場，然後全部現場嘅嗰種氣勢啊，從我哋以前看到嗰種節目完全冇共用。我其實冇印象誒，嗰時候孝明哥嗰陣時撈到係試鏡之類的，啊唔過其實係真實錄影。係，今年的6個東西吧。那很刺激耶！要懂得影響嘅事情呢。對，嗰時候這個孝明哥同高本佢用啥頭擺主持嘅用嘅係乜嘅呢？先休息一下好冇？等下再過轉來哈，先休息一下。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總權阿權妹，今日呢個福氣來咧係南北大亂鬥，因為要慶祝一下家電視台20年，故說南福氣、北福氣嘅主持人全部集合到鄉下來同大家來見面，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神奇嘅主持嘅故事。畢竟講人家有聽到呀，孝明哥一開始主持嘅呀的故事，其實下面有為所有嘅主持人準備呀樣片，故說呀下研究來看一下孝明哥一開始主持嘅呀樣相。下來看，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劉孝明，歡迎收看。當真勁嘅感覺哦。其實講有吼，迄啲係人常常會談到，但是冇一定會讀到嘅一啲教育方法。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法庭不一樣唔知發生乜事情哦，你啱啱嗰種假嘅你。而家新年咧，大部分都談下假吧。對啊，看後輩嘅東西哈，係後輩啊，先不重要。阿明哥，但是有睇節目咯，我哋想我哋咧聊團狀，同人講咗，我用嘅係做入嘅金剛戲嘅戲。啊，要迄動作經驗無相樣嘅感覺，因為郝明哥主持12017。我2016有一個節目，按同方法嘛，然後17開始主持福喜來咧，然後嗰本咩係瓊陽同一個時期，嗰陣時因為其實福喜來嘅北部嘅主持人，好像一路以來都係什麼嘢較多，東方有一段短的時間有嘅10位個，啊唔過南福喜來加入以後，就多係2位帥哥，有冇來到節目當中？根本同大家分享一下你第一擺主持節目嘅感覺。第一擺嘅時節其實印象很深，就頭頭同小明哥講嘅瓊陽，嗰時節來嘅時節都拄到看到阿強妹同另外一個製作人，嗰時節我也第一擺有一種主持嘅經驗，以前攏會本人訪問，也係講人哋攞杯主持發通安尼，無安尼坐喺一樣棚地要按正式安尼感覺，啊第一擺去千斤重，啊看到這個喺過哦寫簽到東西，我想講更加配啦，用埋啊看到裏邊嘅時節也唔知個講乜嘅，啊結果阿強妹都開始坐下來，啊同佢講我緊張冇，啊可是仲係打嘴鼓唔掂喎，啊我準備啊更加打嘴鼓做乜嘅，好。冇想到佢講係用伊咧另外一種方式，本來比較輕鬆一些，啊講嚟講，用辦去進行按呢，我講都講哦，其實講到後尾，其實都感覺還好，就沒有那麼緊張了，有個問題。沒有啦，其實我只是要去聊天而已，你誤會了。原來按呢，唔過唔怕啦，講真係也對入邊學到，真係後尾時間係用亞種嘅方式同來邊互動哦，個詞言呢，真是有用到亞種嘅方式。嗰個第一擺我都印象最深嘅係千斤重啊，係記得講嘅第一擺做嘅衫褲唔對，用嚟做，知道但係都本來咧黃色嘅衫褲啊呢，照上去，結果大家看到嘅錄音嘅節目出來嘅時候，第一句話都冇人講，唔清楚嘛嘅反身啲冇嘅等到暗線芒果哥，金黃色的。冇看到其他嘅話，簡直講，他們以為我去主持又談。我就好啊，頭擺嘅樣片，你再過嚟叫我嚟 film 一下好冇？然後高粉嘅頭擺，好想看哦。反身嗰個。叫我嚟看一下反身嗰個。各位好，大家好，我係嗰本我有時間福喜來嘅，我係呢一禮拜按可以哦，大家要上到8個禮拜，金黃啦，金黃芒果，按個去留了一下哦，此刻那先向午茶到大係乜嘅意思？坐喺按叫嘅休息一下，我哋等一下同老師 Q 下嚟做運動。多水果，金水果，比如說金芒果，這東西。失敗搶嘅水果攤嘅嘅水果面是其實佢嘅什麼類型呢？就很淡。哦，哇！中場鼓勵看睇大家嘅啊，頭擺嘅樣相，雖然有一點尷尬，但是好嘅係大家都冇變，大家都懂講，大家都懂演導，哈！掌聲鼓勵耶！哦，啊，唔過剛剛那個小明哥有講到吼，剛剛 Andy 配講啲都有看到伊咧動創嘅藝術品，你講嘅動創嘢，乜嘅意思？唔單止動創嘢，一般貴啦，因為像嗰時節啊，啲藝術品全部係真品，就真係係藝術感。因為人哋喺啲藝廊裡面來拍節目。結果有一班係行來嘅時節，冇小心都偏你一下，結果嘅頭當突然間看到嘅發硬嘅，都彎下來，我彎下來，都真係團兩節嘛。啊！嗰時節嘅藝廊嘅老闆都講：我呀冇幾便宜啦，10萬日元。啊！嗰時節我哋想講10萬日元唔對，我讓我去拍。嗰時我哋嘅製作人同我講：唔怕，你一般啊，一般啊，把5萬元啊！結果真係攞嚟攞，後來幾百事情以後，我哋所有嘅嗰種東西全部輸光了，連畢業一點嘛12萬。嗰時人家畢業全部都幫你過便宜咧，然後同時嘛邊咧，他講你都講嗰啲後輩嘅東西，買大房嘅東西都冇俾我哋嘅，真是全部都冇用嘅。因為下一禮拜捱戲嘅時間，如果想講奇怪，用不買東西全部冇用嘅。哦，嗰個都捱
的时间就魔鬼的东西，完全完全魔这样子。就算有花也会嘎给。对呀，一定会改，一定会改。对，过这后亚天司机条件的观众朋友听说唔低啊，都有事情，对不对？这算是小明星啦，同大家分享。还跟我们南昌安的 Enda 啥主持人，刚刚有看到，大家都有附近无共用嘅主题，像我附近是伊里姐就有动到包含讲醫療啊，還有動到語文啊，還有音樂人啊，也都是伊里姐負責背負起嘅部分。我講講一下，就會講有時候我會分配到那種，就是你知道訪問像是作家、作家給種有沒有？很有氣質。这种冲掉黑嘛，给你的，比如说可能你很忙，请某函给时间，就会说，哎，你下礼拜要访问李乔老师，这本书拿去，然后就这么厚，有没有？黑某就你要访问谁，啊，拿去，然后书就这么厚。太搞一点，黑公你会真给会访问几的，你的书真的要读完。黑梦你真嘅唔掂用的大嘴骨，你冇可能講，哎，這個挑內厚是冇啊，也很用一大嘴骨，所以就是真的那個書很厚。我記得我訪問李強老師的時候，我真的壓力青苔，你就會一個哲學家、一個文學家走進來，然後所以我覺得黑公真嘅會愛嘛，該看印象較深刻的真嘅就會按用嘅壓力較大。對，那像是易容姐妹喺負責英文嘅部分，嗰時候咩因為按你認識嚟當到南部優秀嘅音樂人，也係講文化家也有。係啊，因為我其實喺到台北嘅時間就比喺南部多嘅嘛，啊對南部其實我就講我過快些，我對我嘅家鄉其實唔熟。哦。啊，咩喺因為主持也喺節目當提講，哦原來我哋高雄、台南以南。還個東埔要按到按厲害嘅人，係尤其嗰度後生嘅，完全唔知呢按到人做落身體，可能英文方面啊，也算伊能想愛做嘅伊能嘅理想，以前就唔知呢，係啊，就係因為主持呀節目，讓認識。嗰個大家都有慎重，啊，唔過後面講藝堂講有一些的小小的。不開心的所在，就係因為佢主持嘅時間當咗喺啲嘅訪問，當嚴肅嘅議題。啊，唔過其實後面個見咩喺伊咧，其實上面咩喺情感當豐富嘅人，後面個可以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冇？因為其實我係嗰種我哋講苦點過大嘅人啊，同我重要，苦點第一。係啊，嗰種唔知道，因為像我哋常常會負責嗰種寒病的，你冇？啊，有時就講風都發現到哦，有種寒病咧，一路行嘅路程實在是會艱辛。嗰時有時講到唔錯嘅，我數嘅佢開始打圈圈，係咪嘢？都是問題同我講過講時間啊，過講係講到我講到過上交啊，過上以後開始有變化，但是如果馬上你講過嘅，其實係最講嘅時間。但是又唔可以講，這個冇給我，等下我要講過。不是，明白讀到幾個時間啊？如果我哋導播都提講冇給我，絕對冇給我，絕對冇給我，係因為如果一天要把生意提 hold 住，然後你廣告以後，哽咽對不對？啊，我講嚟說，後面講喊白咗係叫佢啊，很想看有冇？馬上揾人轉台。唔會，對，嗰時候見到啲當成真啊，南北風氣太濕好啊，連下來嘅快問快答小單元，夾來進行一下哈。哎，對，伊里姐白板要拿起來。好，我們來問，覺得誰的主持包袱最重？啊？現場誰的主持包袱最重？因為你們剛剛都看到誒，加下大家去加主持嘅樣片，看到彼此主持的影片，是這樣沒看到彼此我們現在真實互動的樣子，誰的包袱最重？哎，不能快點，快問快答，要趕快說。高本寫好了，高本請揭曉你的答案。因為其實浩明哥懂好給我，所以但是他在節目上不能哭，是不是？你係感情豐富的人，結果他每次都要 hold 住，每個都會真實的 hold 住，不是剛剛你嘅包袱過重。我蠻喺想啊，這個啊，因為我應該講我當初開始是學主持嘅時候，有看過他個人嘅節目，啊，其實本來哦好毅力，我話毅力講話按夾又按清楚，但是馬上我的製作人到當佢哋講，應該毅力講法。按腳冇唔錯，但是一直是壓得過清楚，你這個講法嘅按腳全部他跟你談唔實。嗰時我就變成講，哎，我發現我一方面我有希望講，但真是他跟你有希望講，啊，一啲事講過清楚，我甚至連買麵嘅時間，買麵都同我講，後面人家嘅講法講我鐵腳講我談唔實。連買麵嘅同講，嗰時候很百塊，你再調整一下，好冇？把你的真性情多露出來一點。那我想看易容姐跟大家。想唔到啊！啊，想唔到。因為我睇㗎，
俺能读到迄素人，其实睇个打最古如归真性情啊。我说想唔到给包袱，因为俺讲后面嘅咩唔系包袱，因为假使俺能推穷要爱放按到像以放嘅人，俺能可能没有 hold 住啊。哦，嘿，我说俺讲我嘅也唔美。另外一种也是一种专业的表现，虽然感觉像包袱，但是上场我走嘛该赢就会冲嘛该用。对，一理解嘅高分。哎，孝明，你刚不是写高分吗？我是要写孝明。你改了，真的，所以我是孝明。我简单讲一下，因为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用某，而且我想要易容姐。易容美眉，也就是说她完全不是会有包袱的那种人，对。然后但是我会觉得是孝明黑引力，我刚刚听孝明的分享，黑梦还没下没有，对。哇，好啦，嗰首基本嘢上係本日天司機頭前的觀眾朋友，行卡了解福起來所有嘅主持人，希望大家會注意啊，TP 專輯、TP 節目嘅內容哦。嗰首基本嘅什麼，各位主持人來到呀，感謝，謝謝玉姐，謝謝玉容，謝謝孝明，謝謝國本，謝謝。那什麼天司機頭前觀眾朋友嘅舒克休息一下，大家休卡來做運動咯，拜拜。情意。喜欢你从我的声音匆匆来在天高地，来做伴，做你的做伴，做你的天空，在等你带来一次在改变，来体谅你事情。做伴，做我的baby，做我的云，做我的天空，将带来一生放开更好带来以后顺用的，也到本你所有的事，做个情意。
做唔叫情意。大家好，我是孟欣老师。今日强勇要教大家合拍舞蹈，准备来学接下来的动作。准备哦，我哋有时间课程是交叉步，看老师的脚，准备把脚往后踩。1、2、3，每片上强勇1、2、3，再到3、2、3。接下來4、2、3，再來到天天的來，準備哦，開始交叉1、2、3，然後就手叉腰，聽一擺1、2、3，接下來3、2、3，前後4、2、3，一共走3步，一隻步誒要走3個步子。準備哦，開始1加2，半片上1加2，接下來1加2，前後1加2，這隻動作咧速度非常的快，鼓手人家就會較腳到誒，試試看1加2，1加2，1加2，1加2。非常好，再來一步，再來一擺哦。準備開始，1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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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這個交叉步，人家就會肩膀要朝着前面，總唔得轉來轉去，因為按你轉來轉去會亂踩。再來一度哦，手叉腰，預備開始，1加2，1加2。1加2，1加2，非常好。人家就速度越快動作的時候，人家就會腳做唔得跳太步，跳太步就會來唔切咯。再來一度哦，人家就會步伐留膝蓋的肩膀強用就好誒。準備開始，1加2，3加4，5加6，7加8，非常好。再來一度哦，準備。開始1加2，3加4，5加6，7加8，非常好。再較腳到誒，準備開始1加2，3加4，5加6，7加8，非常好。然後就會腳跟一細細的抬起來，這樣會落來踩。準備開始1加2，3加4，5加6，7加8。非常好，下一隻動作，人家就會腳往前踏，1、2、3、4、5、6、7、8的時候往後退，5、6、7、8。再來一度哦，準備開始，1、2、3、4、5、6、7、8，非常好。再來一度，準備開始，1、2、3、4、5、6、7、8。人家就會數非常的簡單，撈拳呢，準備哦，往上，1、2、3、4、5、6、7、8，再來一度哦，準備開始，1、2、3、4、5、6、7、8，非常好。人家就要從第一隻動作，基本嘅前面課程，準備哦，開始，1加2。3加4，5加6，7加8，1、2、3、4、5、6、7、8。人家就往後退的時候咧，與細細的身體往前，鼓手會按呢5、6、7、8。再來一度哦，準備從交叉步開始，預備開始
1加2 3加4 5加6 7加8，老强呢？1、2、3、4、5、6、7、8，非常好。再来一道哦，准备脚的较脚到位哦。预备，开始。1加2 3加4 5加6 7加8，1、2、3、4、5、6、7、8，有聽到嗎？再來一道，準備開始。1加2 3加4 5加6 7加8，1、2、3、4、5、6、7、8，非常好。接下來，我哋要從上一拜嘅課程接過來。我哋要來複習一下上一拜嘅課程，準備哦！我哋要還記得冇？數起起來，1、2、3、4、5、6、7，後退，1、2、3、4、5、6、7、8，3、2、3、4、5、6、7，後退，4、2、3、4、5、6、7、8。1、2、3、4 V 字步，5、6、7、8。1、2、3、4、5、6、7、8。根本嘅咧交叉步，1加2 3加4 5加6 7加8。接下來1、2、3、4，往後退7、8。你睇下要接起來冇？再來一道哦。準備從第一下動作開始，數起起來，準備開始，1、2、3、4、5、6、7，後退，1、2、3、4、5、6、7、8，3、2、3、4、5、6、7、8，4、2、3、4、5、6、7、8，1、2、3、4 V 字步7、8。1、2、3、4、5、6、7、8。接下來，我哋係交叉步，3、2、3、4、5、6、7、8。4、2、3、4、5、6、7、8，非常好。再度，我哋係較腳到嘅，準備咯，預備，開始，1、2、3、4、5、6、7、8。1、2、3、4、5、6、7、8。3、2、3、4、5、6、7、8。4、2、3、4、5、6、7、8。1、2、3、4、5、6、7、8。1、2、3、4、5、6、7、8。3、2、3、4、5、6、7、8。4、2、3、4、5、6、7、8。非常好，接下來，我哋就會向下來配音樂來練習吧，準備咯。5、6，開始。後退，換片撒，後退，準備咯，擺 pose 哦。1、2、3、4、5、6、7、8。換片撒，交叉步1加2 3加4 5加6 7加8。1、2、3、4、5、6、7、8。再來一道哦，準備哦。預備，5、6，開始。後退，換片撒。後退，準備哦。1、2、3、4 V 字步。1、2、3、4，交叉步1加2 3加4 5加6 7加8。1、2、3、4、5、6、7、8。再來一道哦，調整呼吸哦，準備，預備，5、6，開始。後退，換片撒。後退。1、2、3、4。1、2、3、4，交叉步1加2。
上演匆匆来在天当地。第一上好，大家就做到动好哦。人家得要调整一下呼吸。今日的课程就到这片，希望大家按子声，拜拜。